我不给他们俩，真的，我给他们俩很贵。我也是。黑色。正版。好不好 You don't forget that box. ？Hey, you alright? This is well heavy.稍微看一下脚下啊，稍微看一下脚下面，不要摔倒了啊，当心容易绊倒。我们进去了，看好脚下面啊。小心裙子啊！进去了，看好脚下面啊，当心不要摔到，它石头跟石头之间有缝的，别绊倒了啊。进去了，看好。朱蕊，你走到前面，朱蕊。那个是个比较危险的。你们进去了，看好啊，下面这边石头有缝的，一定要注意。你踩个裙子，等一会儿。踩到了吧？还是那边先找。看好自己脚下面啊。看好脚下。你没裙子没关系，你也还。来，我们进去了，当心脚底下啊，看好。我们穿裙子进去了，当心一点啊，不要踩到别人的鞋，小心不要让别人踩了啊。进去了，看好脚底下啊。不要往桥边走，尽量往中间靠。看脚底下。不可以往边上走啊。你那个，你直接我带你往那边走吧，你不要穿这边走，你是到这里。这边要小心啊。What? What is it? Where? We don't go this way. Okay. I'll take it. It's alright. It's alright. I'll take it.
们就直接到前面去等他们，他反正要转过去，哦这个没法走的，这个不知道关键不知道他们要不要拍照，拍照拍什么有一个班要拍写真的。拍写真，现在不可能拍的，哦现在因为大家都在走。好，那我们就往那边。